小王爷，您跟世子都上马吧。小王爷，不用，我们回家。小王爷，世子让我来陪小声点。世子的院子还在收拾，王爷说世子先送到他的院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啊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啊！哎呀！哎呀！3年了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游山玩水的不辛苦。哎呀！哎呀！
他也累了。我江泥呀，3年不见还这么瘦啊？嘘。王爷，王爷，嘘。王爷，徐骁来了。我这爹杀性重，你要是不躲，一会儿性命难保。哎，他还睡着？先前没醒，小王爷在里边陪着。哎，你看我穿戴是否还算周正啊？哦，不仔细看，看不出来。什么话？不仔细看，你要知道世子是何等人啊，最爱挑剔。快快快，让他们再给我整理一下。来来来来。是。我看到有很多都是新来的，是，把咱们的家规再跟他们宣读一下。好，你们都听好了。王爷见世子，你们都机灵点儿。王爷就是被打死，也当没看见。你们一定要谨记在心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过来，看看我是不是非常的慈祥。我还饶命。下去，下去，都下去。是。好儿子，睡醒了啊？舒服了吗？啊？3年了啊！你知不知道这3年，小爷我都受了什么罪？是，爹对不起你啊！我让你赶我去农地，差一点！别！哎呀，别闹了！你别跑！哎，你光脚呢，你穿上鞋，别伤了自己的身子。哎呀，别动这种，这都是跪着的。那我这就要给你们赔罪啊！哎呦，别！哎呦，不赔罪，不赔罪！哎呀，别叫爹，还是叫名字好，显得咱有个脸啊。挺灵不？行了，儿子，外面天凉，你光着脚易感风寒。行。哎，完了，3所宅子。关上门啊！关上门，在屋里怎么折腾都行，而且还能给爹留点面子。
还追！哎呀，没完了！这怎么弄？等会儿，我今天先饶了你。哦，但是这事跟你没完啊！啊，你等着，爹等着，爹等着。累了，累了啊，累了，不累。哎，来，坐。爹，给你穿上鞋啊！哈哈。爹给儿子穿鞋，别人看见了，成何体统啊？你瞧，我们还是父子情深呐。我这好儿子就是懂礼数啊！哥，我给你穿，哎，我自己穿。哥，你消气了？消气了。3年好长啊。好了，这么晚了，早点回自己房间休息吧。哥，哥不走，明天看鱼。去吧。等等，打招呼。爹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去吧。怎么样，歇够了吗？还是累。还累？那再睡会儿。不睡了，有件事情想不通。什么呀？我要见那个被抓的楚国老兵。现在？就现在。行，我带你去。你在外边等我。我换个衣服。哦，对啊。来呀，替世子更衣。小宁，等我们都走了，你再出来，把你那宝贝收好了。哎呦，都下去吧，别守着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快点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啊，前面带路。哎，躲在床底下的是江妮这丫头吧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自己的丫鬟自己管，你别插手。别忘了，劫杀你的可全都是楚国人。江妮这丫头的身份，她是避不开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画像有可能是她给你画的？好，这个他是你的人，爹就不插手了啊。
萧，徐萧，战场上的无数亡魂都在看着你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别光看着，让他们来。聊你的。徐萧，你儿子逃过一次，逃不过第二次，很快就会有人让你亲自为他送终。好。你怕死吗？灵州城外杀我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应该不怕死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城外杏花酒摊儿，你为什么把刀放了？糟了，北凉铁骑。死都不怕，为何要降呢？我给你个台阶儿，你就顺着下，你也太好说话了吧？徐骁，你还记得西楚大起事吗？当然记得。灭楚大战，西楚大几事，没有一个投降，全都战死。对呀，那按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死战才对啊。为什么放下刀呢？不说是吧？没事，我自己猜。你是觉得杀我的局还没结束？就算我在灵州城外躲过一劫，到最后还是死路一条，结局已定，你才会考虑保存性命。又或者，你是想亲眼看到我死之后徐骁的悲痛之情？也许是我贪生怕死了。哦，这就开始自贬了。看来是不想让我往下猜呀。这儿是灵州，北凉中心，怎么杀我？北凉军是吧？你们只是开场，大戏内鬼来唱。你不是纨绔子弟，我怎么不是纨绔了？天下第一纨绔徐凤年嘛，人所皆知啊。徐凤年，你藏得好深啊！那看来我是猜对了。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，北凉军中谁想杀我呀？用刑吧。大可不必，我等他来找我。我聊完了。完了。好，咱爷俩聊聊去。徐骁、徐凤年，你们必死无疑！你们必死无疑！我生得晚，未曾亲眼领略大起事的风采。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过了今天，我就是一个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知道的纨绔，我不需要交代。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吧？所谓高粱纨绔，最擅长的就是花天酒地，谈何委屈啊？我知道，你这一切呢，都是为了藏拙。你已经演得很好了，但是别人啊，未必就信你。谁不信？你还记得3年前为什么让你出去游历吗？躲避皇室赐婚。没错，随珠公主
备受宠爱。如果皇室那边真的相信你是个纨绔子弟、声名狼藉之人，他们还会让你去京城跟他去完婚？凤年，你是世子之身，是我们北凉铁骑的传承。就你这身份，刀枪剑影，你是避不开的。谁说我要接受北凉了？你打算还继续躲下去啊？啊？那我这位置传给谁呀？我不传给你，我传给谁呀？我饿了，不想跟你争。好，那咱们先去吃饭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让后厨啊给你炖了鹿筋，啊，还有新鲜的海鲜刚取的这个凤凰蛋，还有新蒸的这个水晶玉露团，哎，我让他们全都运到你屋里去啊！哎呀，想吃地瓜。地瓜，黄，又吃独食。哎呀，去，拿来碗去。嗯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嘿嘿，哎，啊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你喝一口酒，人要你命似的。你慢点倒，别洒了，浪费了。行，快吃快吃，老黄这家伙动手快，一会儿一片都吃不到。好，许强，这3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习武，你的意思吧？那我们这3年遇上不少麻烦，有多少是你安排的？大部分全都是你自己惹的祸。什么意思呀？磨练我。行万里路，胜过读万卷书，啊！老黄从白虎脸身边逃走，也是想让我一个人面对刺杀，这也是你安排的吧？少爷什么都知道。闭嘴！宇强，你是那么的聪明，那么的有心计，天生就应该去接管北凉，啊！别说那没意思的，吃肉，啊，别光吃肉啊，咱们一块儿喝个酒吧。哎，来，哎呀，酒足饭饱啊，今天就睡这儿吧。啊，你睡这儿算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明天我做回纨绔，今天晚上就当我还在游历。哎，我说儿子，要不你也跟我游历游历？那你好好游吧，啊，累了，行。
行走江湖身子累，回了王府心累。少爷前面有件事搞错了。什么事儿？劝少爷习武，不是王爷的意思，是我想着吧，日后少爷要是遇到什么难处，能护着自己。算了吧，不说这些。明天钓鱼啊，老王你过来。钓鱼？北凉军中有人想害我，我得把他揪出来。你睡觉流口水啊？徐凤年，别起来，没穿衣服。还给我！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你刺杀我可以，刺杀失败就得赔钱。昨天晚上失败了吧？那我收账了。差不多行了。你拿多少啊？好好攒钱。走啊，陪我钓鱼去。不去。出钱雇你。哼，你不要我收回来了。到了湖边再给你。
多谢你救了世子，我们做奴婢的，也没什么报答的。嗯，新开的瓜，甜得很。不必了。你不爱讲话呀？这性子，倒是和青鸟有些像。就是那个。这么美。等久了吧？哥，咱们钓鱼。撒饵吧！我弟弟徐龙象，见过了。天生神力。这是青鸟，这是红薯，都是我院里的。这个江泥，钱。3个丫鬟。世子的梧桐院内，丫鬟婢女20余人，钓个鱼，倒也用不到那么多人。都是伺候你的。命好啊！羡慕我。你答应过我，让我进听朝廷。听朝廷就在那后边，想去随时可以去。只能待1个时辰。我说了让你进去，我没说让你常住啊。开个条件。首先得知道你的名字。南宫仆夜。北莽南宫世家，这就怪了。北莽世家跑到黎阳朝来学武，我家铁骑可是你家皇帝的眼中钉啊！你想毁约？那拧事儿呗。讲。你觉得北凉军中谁想杀我？世子死了，除了小王爷外，谁掌兵权？我爹有6个义子，都在军中被委以重任。要杀你的，恐怕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我现在有点危险。与我无关。商量个事儿，做我2天护卫呗。北凉王府高手如云。
答应我这件事儿，以后清朝廷里边，你想待多久，就待多久。成交。晚上烤着吃。这回加盐，加盐好吃。早就备好了，一撮盐，香气四溢，长力气。秋炉您都懒得动筷，这种鲤鱼平时您可是动也不动的。你没尝过老黄烤的鱼，香。这3年您都吃了什么苦啊？哼，活该。九胎内脂，锦州青白卵，识货，从小养的。这可是千金难求啊！这是最上等的6年凤，万金都不换。楚禄山求见，他正是6名义子之一。接着钓。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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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啊，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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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世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的世子啊，世子，这3年，我是日思夜想世子，茶不思饭不想啊。茶不思饭不想啊！那我怎么觉着你还胖了几十斤呢？绝对是瘦了，瘦了整整1圈啊！世子若是不信，我立马上称，重1斤切1斤肉，重10斤切10斤肉。要你的肉干什么呀？那兄妹狗也好啊！楚将军真是好兄弟。哎，叫我6圈坐下。光怎么合适呢？有什么不合适啊？反正我长得就像个球啊！世子，世子这3年，想必青楼也娶了少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紫金楼新来了一个花魁，才貌双绝，尤善见物。那风姿，那长相，算是冠绝灵州了。人刚到，就等着世子你回来了。还会使剑舞呢？啊，那有，那对，世子不知你现在可空闲啊？这话怎么说呢？怎么了？本来是来钓鱼的，钓着钓着，你就来了。那，要不我们钓完鱼再去？不用，钓到了。那种地方你就别去了。晚上回来，肯定回来。晚上让老黄做烤鱼吃。多加几条。青楼能去吗？无所谓。老黄，你都这岁数，你就算了。这位是新护卫。这样貌新护卫，还是世子你会玩？你别乱说话啊！一会儿人家砍你，我可拦不住。走。我上回去，记着紫金楼的水果不新鲜啊。哎，那就不吃水果。我带上。你可是从3品，世子面前我什么都不是。别了，你的人呢？去青楼，他们又帮不上什么忙，都滚蛋了。
世子，这莫非是刚刚到手的神驹？那倒不是，就是匹老马。府里赵叶白、汉显马有的是啊，要不要换一匹？习惯了。那好，那我也不废话，咱们这就走吧。世子为何不上马呀？这家伙不让我骑，你着急啊？倒也不急。那正好，3年没回来了，慢慢走，到处逛逛。走。江宁，快点儿！钓着了吗？钓了几条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回屋去吧。不能回，晚上得吃烤鱼呢。你们都先下去。没说你，待着。哎，婉儿，你看那边水草多么的丰盛，一定有很多的鱼。你去那边钓去吧。真的？爹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好吧。嗯。坐着。这3年来，多亏你了。王爷已经道过谢了。光谢不行，我心里总琢磨着，给你点什么啊？有肉就行，五花最好。你真想当一辈子马夫啊？只要你愿意，北凉可以为你造势，让你重振旗鼓，再现当年建九皇的风采。啊？实不相瞒，王爷，想过。这些年呢，这老伙计一直在手边，总觉得放不下以前的自己，跟自己闹了好些年，没怎么平静过。那就让剑出峡。和少爷游历这3年，我心平静了。王爷正好在，咱请您给做个见证。建九皇当年在城墙上已经死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只是少爷身边的老皇。鱼泡好了，别忘了叫我。啊，世子回来了，可真有脸！世子好色如命，听说好多姑娘都被他抢回府里了。长得好俊，被抢去王府也挺好啊。哎，这个下人也好看，真秀气。哪来这么好看的少年？哎呀，你不懂的呀，就是看着不太阳刚。什么眼神？见过这么好看的男人吗？你可是要去青楼的，说自己是姑娘合适吗？世子回来了，好些年不见了，楼里的姑娘可都时时念着你呢。别聒噪，把马牵后院去。哎，牵马。吃完了。吃挺快啊，有老黄的风范。水果没了，我不用进去了。
水果没了，你就是水果。走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赔行不行？哎，世子这是什么玩法？怎么还带2个到瓮里了？哦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议论世子行事？啊，笑我了。这些多少钱？10几两吧。10几两？这是便宜的。世子，新花魁到了。哦。叫什么名字？于右威。这名字不错。于右威蒲柳之姿，何其有幸，能见世子一面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楚将军提点过了。世子，他剑舞才是一绝，非舞不可上腰。那就有劳玉姑娘了。我这剑舞有2种，一种呢，就是跳了给俗人瞧的。那还有一种呢？还有一种，却只能单独跳与情郎看。为何？因为这第2支剑舞有些香艳。香艳好。世子若能和我一步后院，于右威这支舞，便只跳给世子一人。走吧，看看怎么个香艳法。用双刀的，不常见啊。新煎的茶，世子要不要尝尝？不了，我这就要看你的剑舞，香艳的那种。
西楚剑舞。哟，开封了！你就不应该用剑舞。灵州城外刚有西楚大几士要杀我，你这么一来，我很自然就会想到西楚剑舞。刺杀不需要这么多仪式感。你是楚人吗？为什么要杀我呀？须消灭楚，我不杀你杀谁？这话可不是这么聊的。当年黎阳与西楚乃是国战，并非私仇。就算不是徐骁带兵，也一样会有人扫平楚国。你真要报仇，应该去找黎阳皇室，没理由一直盯着我们徐家不放。这不仅仅是国战。那你认为是什么？大楚战败，受降便是。可徐骁都做了什么？他带兵冲入宫门，亲手将陛下和皇后斩杀，这还不算。宫内上下数百口，无一生还，就连年幼的公主都被斩去首级。这姑娘武功高吗？她不会武，只是耍剑而已。那就好，麻烦你帮我叫一下江泥。哎，等等，杀不了你，我也绝不让自己受辱。哎，你能不能等会儿再死？咱们就等一个人。为什么要我去？你自己去问他。是不是他色性大发？还真是刺杀！你看看，就你这种恶贼，连青楼女子都看不下去了，这就是人心所向。他跳的西楚剑舞，楚人，把你那把匕首给他看看吧。他都快要自尽了。不用你动手，我自己会死。你等等，
你既然会西楚剑舞，应该不是平民。家父西楚散关，家慈先帝剑士。那你应该认识这把匕首。神符。你刚刚说楚国公主被斩去首级，那颗人头你可曾见过？你想说什么？斩首的谣言是徐骁传出去的，你家公主没死，她就站在这儿。你见过西楚皇后吗？您真的是……都是我和我母后相像，看来是真的了。我叫江霓，亡国公主。公主。世子，你回来了，我这就去检查。不急，给他找个院子。世子这是从哪里选来的红颜知己啊？于右威，紫金楼的花魁。先把他安顿好。是。我那蟒鞭呢？是这个吗？就是他。楚将军怎么还在我院里跪着呢？不回军营了？世子叫我入球就好。这可不敢。再敢乱叫，下回又不知道把我往哪个刺客屋里领。世子，我是真不知道于右威是刺客呀。楚将军还是请回吧。我一无官衔，二无军职。不好意思让你一个从三品跪在我院里啊！楚禄山愿受责罚。你可想好了？这会儿走还来得及。是我让世子陷入险地，理应受罚。可此事绝非小的蓄意谋划，就算世子打死我，我也这么说呀。是吗？那就打死吧。想问什么就问。外面都说，徐骁将宫内人都斩尽杀绝，还砍了我首级。难道不是徐骁？当年楚阁都城被徐骁攻陷，徐骁麾下倒是从不杀俘，也不伤平民。
可入城的不只是北凉军，好些黎阳朝的大人物也等着冲进宫门。他们要做什么？楚国的皇室妃嫔，这高贵的身份让他们更兴奋。黎阳朝这些恶贼，是徐骁抢先了一步，封了宫门，不让其他人进来。可他毕竟不是黎阳朝的皇帝，挡不了多久。然后父皇求得一死，宫内上下结怨同去。是徐骁答应留我性命。别回头，向前看。那天之后，楚国公主就死了。只留下江离。这么些年，您一直留在徐骁府上，我能去哪儿？您没想过要复仇吗？当年我还小。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，我就记得父皇摸着我的头，要我好好的活着。原来如此。还有什么想问的？那您别吞吞吐吐的呀，说嘛。您和刚才那两个一样。什么一样？都是徐凤年院里的。我不是通房丫鬟。徐凤年没对您。那家伙院里20多个丫鬟，一个都没碰过。可外界传言，徐凤年好色成性啊！外界还传言我死了呢。倒也是。死了吗？小的还有口气儿。王爷，世子鞭打楚将军的事儿都已经传出去了，门口来了好些的军中教校，都是来求见的。不见。那世子那边呢？由着他。可楚将军那边怕是快坚持不下去了。说说你吧，
还杀徐凤年吗？你的同伙也在林州，看在都是楚国人的份上，我找机会让你逃走，和他们会合。我没同伙。那你是怎么进的紫金楼？又是怎么做的杏花魁？不知道。不说就算了。我是真不知道。这些年我一直被人看着，每天就是练剑舞，说是要我准备着刺杀徐凤年，为楚国报仇。什么人做的？我问过，他们不回答。你被关在哪儿？是个大院子，被看得死死的，从来没有出去过，也不知道是在哪儿。偶尔能听到诵经的声音。那带你来的人呢？走了，他们就让我等着徐凤年出现。听上去，也就是个棋子。楚庐山你认识吗？未曾见过。那他怎么会把徐凤年带到你面前？世子，世子，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向世子问安。我认得你。回城那天是你带兵接我。敢问世子，为何要鞭打楚将军？你这是问安还是问罪？不敢，只是问个缘由。他带我去青楼，然后就遇到了行刺，这算不算缘由？楚将军可承认行刺是他指使？换了你，你会认吗？既未承认，可有实证？无实证又怎样？无实证而用私刑，于理不合。我记得上回见你的时候，你带着戟，这回没带。见世子，不敢之己。讲理的时候最好带上兵刃。北凉自有法理，不看有无兵刃，也不看尊卑贵贱。有法理，无尊卑，说得好啊！秉直而言，世子谬赞。你知不知道，在这王府里，连徐骁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。好，我记住你了。法理讲不通了，你能怎么办？世子三思。什么？若寒了军心，3州之地便真没了法理。到时候，世子还能不能扛起这徐子军情？来人，把这悖逆之徒给我押入大牢。不管是不是楚庐山捣的鬼，你这刺杀有点不简单。然后只让你练习楚剑舞，却不教你搏击之术。若真希望你杀了徐凤年，这般行径实在不合情理。那他们图的是什么？徐凤年在回北凉的路上，也遇到楚人劫杀，和我的行刺有关联？不知道，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没完。别牵连到公主就好。都说了别叫我公主。我走了。还请您息怒。不是生气，
我得干活。那家伙房里的书每个月都得晒，烦得要死。王爷，世子要把宁峨眉打入大牢。好的。世子让丫鬟去大门口传话。什么话？世子说，刚才来讲理的宁峨眉已经进了大牢。你们若谁还想救楚如山，就别跪着了，直接进来。王爷，陈之豹来了，现在正往世子那里去了。知道了。哦，凉了。哦，好，我这就去换。世子，陈之豹在来的路上了。陈白衣，你知道他？白衣战先陈之豹，徐骁之下，北凉第一名将6义子之首，北凉定海真。传言都说，能接替徐骁执掌北凉的，非他莫属。听上去没我什么事儿啊。你名声也不小，陈之豹北凉之光，你北凉之耻，齐名天下。喝口茶，等陈白衣。别挡着，我都看不见人了。你也是来劝我放人的？军中诸将，我最瞧不上的就是楚如山。我早说过，有一天会将此人点了天灯。你要是真想杀他，我可以代劳。问题是，你真想杀吗？
什么东西？人头。传你画像出去，安排花魁入紫金楼的，都是此人。此人是谁？军中校尉，你不认识？这么大一个事儿，有一个校尉办的。想想倒也有趣。北凉诸将，唯独此子最为残暴荒唐，可偏偏就是这么个魔头，对你最是忠心不二。我猜这顿鞭子是打给35万北凉军看的。如此一来，若真有人想对你不利，第一个想要拉拢的，就是心怀怨气的楚禄山。而且你也在等，这时候肯来救他的，或许就是在背后谋划杀你的真凶。这么巧，你就来了。打得够狠，也难为他肯为你受这苦。狮子头儿用刑，定要用力鞭打，打得够狠，才有人信。想钓鱼，饵就要放得足。狮子，我们单独谈谈。人人都说北凉传承该是你陈之豹，相比之下，我这个世子，不少人当成笑话。你自己觉着呢？不是要找我单独谈吗？怎么没话了？那花魁问过了吗？从小被人好吃好喝养在府里，天天练剑舞，就是为了赐我那一剑。至于他被什么人养着，他自己也不清楚，就送过来了。杀了吧？别呀，长得挺漂亮的，不信你去看看，没准能看上。城外刺杀，紫金楼剑舞，就是想让你怀疑军中藏敌。你借楚禄山查内奸，你是落了圈套，你起疑心，军心也就乱了。杀了那花魁，加上校尉人头，此事便算了结。了结，那就是不查了。要查，但表面上算过去了。所以那校尉并非罪魁祸首，只不过为了表面上过去，就被你砍了脑袋。他犯了军律，早就是死罪。早就是死罪，现在才死，就为了一个了结。你还藏了多少这样的了结？内忧外患，北凉3州不能乱。所以你陈之豹才是北凉的定海神针。没错，我就是。我刚说过了，这花魁长得漂亮，我舍不得杀。怎么办呢？这花魁长得漂亮，我舍不得杀。怎么办呢？
我知你潜藏锋芒并不容易，但我还是瞧不上你。我知道。便算千山万海倾覆而来，我只孤身迎去。若无此般气魄，怎接得住北凉？谁说要接北凉了？若有一天徐骁不在，北凉大乱，想没想过取而代之？我在，北凉就不会乱。出来吧。瞧瞧，看不上你。谢谢。什么意思？刚才那气氛，你怕他出手，才故意弄点动静出来吧？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他不会出手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那是不小心。他出手才好呢，我还能补你的。听说今天晒书啊？书呢？书页损毁，这钱是不是得算你头上啊？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去哪儿？去拿钱盒。心情好点了？宁峨眉这人挺实在的，你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吧。刺杀这事儿还没完呢。再有下次，没准就能猜到背后是谁了。陈之豹这人哈，精彩、绝艳，就算是我，也未必能赶得上他。那你是谦虚了，他是有手段，你才是真心机。你要执掌北凉，第一个要收复的就是他，难度不小。我就是一普通纨绔，哪儿接得过这么大的棋啊？而且你不刚说吗？下一轮刺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到，我还是先活着吧。到了灵州，就该道别了。怎么？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也知道，我灵州一行是为徐凤年而去，这天大的祸事，不该连累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在你左右。林哥哥，你信不过我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很感动。怎么不进去？说好的，做完护卫，再进听朝廷。不用那么死板，现在怎么去？现在就进去。等我一会儿啊。什么动向？
烧鸡。为什么扔湖里？走，咱们进去吧。快点，我带你认路。好，1楼是天下入门武学3万卷，你估计看不上。3万卷。2楼有阴阳学、纵横学4000孤本，外加49件骑兵利器。3楼是宝典秘籍2万卷，算是高深武学。4楼都是古玩奇石，你估计没兴趣。5楼、6楼你先别着急上，我得跟徐骁说一声。这么多武学秘籍，你怎么不会武功？书院里全是道德文章，教出来混蛋少吗？那不是一回事。我懒，王府世子，吃不得苦。手无缚鸡之力，军中怕是不服你。你也想劝我接手北凉？你接不接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就好。行，那你慢慢看，我走了。对了，得跟他打个招呼。魏爷爷，魏爷爷，哎，刀借我用一下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徐凤姐，小心火烛。别吵了，徐凤姐，你这是要造反呐！世子驾到，贫道这下有礼了。这位是魏爷爷，你将来找不着书可以问他。这位南宫仆夜，来看书的。南宫，北莽世家。许骁知道他。哦，这边无妨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世子，一回几日不上楼看看你师傅？现在还不能上去。为什么？刺杀一事乃是有人布局，没解开之前，我没脸见他。师傅，你不是没习武吗？我师傅不教我习武。那教你什么？下棋。哟，这啥玩意儿？这么大范围？曾把你车子的空间，这家伙发生这么大事，很不是叫姓林，对，他们家在青州掌管财政大权。人出的看花郎，这是光宗耀祖啊！见过吗？多谢。诸位，林某心里有话，不吐不快，劳烦诸位留步。说什么呀？说什么呀？徐骁，名为北凉王，实乃国贼，狂悖无道，千人共诛。杀头的罪啊！其人凶残暴力，却也立过战功，倒还罢了。最令人不齿的是徐家弟子徐凤年，贪淫好色，毒如蛇蝎，如此豺狼之心，尽侠邪僻，实为我北凉第一人祸，天下第一贼子啊！
哎，正好，一块出门啊！不去。听说有人当街骂我呢。真的？骗你干嘛呀？而且说这人文采不错，骂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不太重样呢。我不信，当街骂你，府衙早就抓走了。骂人的可是当朝的探花郎，府衙不敢管他。当朝探花郎跑来灵州街头骂你？对呀，千载难逢，赶紧。那我得学两句。走。哎，老黄，你去干嘛？我看热闹啊！老黄就喜欢看热闹。不是骂你吗？你这么高兴干嘛？我也喜欢看热闹啊！快，咱们一会儿骂完了，走。倘有守道君子，痛人事流毒，怎能袖手安坐？自当愤怒，一味无道，仗义而言，持剑无心。林哥哥。结果。是啊。多谢。诸位，哎，这姑娘倒不错。我想问问大家，知不知道这徐凤年，这等无耻无能之辈，他为什么可以祸害林州呢？造成如今这局面，说到底，还是要回到徐骁这贼子身上。胆子够大的。国之礼，诗书典范，皆扫地大捷。文总总，谁？徐骁，老黄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骂的不好。怎么不好？听不懂，这骂人不骂娘啊，没劲。就是乃我黎阳朝心腹之患，窃国之贼呀！哎呀！哎，出什么事了？不是人呀！你压着我了！人家手不压断，我马车没有动过呀。你先起来！啊！手啊！我的手也折了啊！我没有动啊！没动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马车没有动过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眼睛被压瞎了。你不是压到腿了吗？这眼睛又怎么瞎了？痛瞎的。这人我认识，老许头啊！老许头，哟，坑人呐！家多可怜，学校的啊！走，咱们回家聊去。我这儿没烦呢。啊！老许头，人家是当朝探花，咱惹不起。这钱人这斗得过人？欺负人呢，大人就是没钱，就是吃官司受大狱，这还能谈？对，眼睛被你碰瞎了啊！啊，我的眼，我的眼！咱们回家聊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就走了？回家喝酒去。没什么意思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？散了啊！太花了啊！快走吧！现在怎么办？抓走！这不说，快走吧！官府来抓人喽！读书人自有心胸，既然骂都骂了，不如直面国贼。方姑娘，我们去北凉王府，当面斥骂徐凤年。好，刀山火海，我都陪着你。哎，别跑！别跑！哎，老犊子！抓住没有？马上，堵住了！鸭子都抓不住，笨蛋！确实笨。得拿个东西。拿东西。别慌了，打仗打的真瞎子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晃手的？都扇出风来了。抓住了，炖着吃，屋里有酒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厨房在那边。啊，好嘞，稍等啊，给少爷上嘎嘎嘎。2、3年没见，我猜你就去成亲去了。我想啊，哪家丫头这么倒霉，嫁给你这个小混球？没想到还真叫你给骗着了。丫头不错，听说话就懂事儿。这句话骂得好。嗯，我不是，我没嫁，姓徐的，你说话呀。啊，没成亲呢。啊，还没成亲就过门了？那人家父母能同意？没过，没门。他父母都不在了。那你得好好对人家，千万别伤了姑娘的心啊。姓徐的，我俩的事先不说，说你呗。怎么就我们俩的事了？老许啊，这2、3年没见，人也大方了，还肯杀自家养的鸭子给我们吃。我没养鸭子。那我刚才抓那是吗？邻居家养的，过来串门。老黄，什么事儿啊？拔毛呢？没事了，你记得放盐。了解。你抓的，你赔钱。活该。哎，张姑娘，河东林家登门造访北凉世子。河东林家登门造访北凉世子。河东林家登门造访北凉世子。林家名士在此。怎么没人接名次啊？我们再等等。许是林家的名号惊到了门房，赶回去通报了。好生无礼！武夫门下，懂什么礼数？来喽，给少爷上羹饭喽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干嘛？拿开！怎么了？抢什么呀？鸭腿儿。嗨。姑娘，吃。徐小子，你可别再瞎混了，学点手艺，开个铺子什么的都行，可别让人家姑娘受苦啊！啊！知道了，吃你的鸭子。河东林家
请见世子徐凤年。你就是那个骂街的探花。若是你家世子不服，可与我当面辩驳。世子不在。喂，你开门让我们进去等啊！你是老兵呀？锦州18老字营鱼骨营出来的。你打过不少仗。哎，可不是嘛。当初诸国乱战，大小战役差不多我都撞上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现在天下平定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那徐小子看着不着调，心其实好。你没看错人，那是个会过日子的娃。这臭小子！要不，回马车上休息一下吧。徐家没有礼数，我们要守住本分。林哥哥，你为什么如此痛恨徐凤年？如今北凉3州只知徐自己，不遵朝堂令，这便是天下的心腹之患。徐凤年这种恶贼，一旦掌权这天下，这天下又将生灵涂炭。若我会人，定要亲手杀他，为天下消除隐患。他就是老许头，我是徐小子，这样挺好。他为你们徐家出生入死，如今却这般田地，你们欠他的。是，徐家欠他的，欠他们，所以只能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就是北凉世子？这个世界上能有这么多人好好活着，是因为他们这批人死了、伤了、残了、废了。所以我这个世子身份在他们面前什么都不是。我呀，就是一个混球小子。不打仗，真好啊！这不是骂你那探花吗？原来是林探花当面。刚刚闹事那老头就是他带走的。多谢兄台方才解围。林探花在这儿是等什么呢？与你何干？求访北凉世子。那怎么不进去啊？徐家无礼，懂什么待客之道？哦。
探花名字都不记得，他们这么叫没有什么用。来啊，进来呀！你看我干什么？好看，好生养。老黄，少爷，看上了我帮你说媒啊？估计这说不成。好好的骂老黄干什么？我说的是你。做什么？去找青鸟，让他到湖边等我。不去。钱都收了，去吧。不去还我。阁下可是王府中人，算是吧。看阁下也是读过书的，可知我黎阳城第一魔头是谁啊？徐骁呗。既知徐骁之罪，又何必投效？也不算是投效，主要是我爹住这儿，没办法。令尊是徐府幕僚，没那本事。府内护院，腿脚不好，护不了院。那或许是管家之流。哦，阁下竟然常在府中，可曾见过世子徐凤年？经常见。那你觉得他为人怎样？不怎么样，有点混蛋。没有想到阁下身处险地，却也敢仗义直言啊！我黎阳朝就需要你这样的年少有志之士，才算是有了希望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阁下常在府中，可否细数一下这徐凤年是如何贪言好色的？来了。怎么不见徐凤年？像这种浪荡子，一定是前呼后拥才会出现。沉住气，坐呀。人还没到，不急。你不是找徐凤年吗？你还等谁？没错，我就是在等世子徐凤年。我就是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就是徐凤年。你是什么？北凉世子，徐凤年。探花也是调皮，心口不一啊。刚才在街上假装骂我，没想到内心对我评价如此之高。我评价什么了？哎呀，我黎阳朝就需要这样年少有志之士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你真是徐凤年？你觉得在这王府里边，还有别人敢冒充这身份吗？那你刚刚是在戏弄我们呢？你们要进王府，我领你们进府；你们骂徐骁，我帮着搭腔；你们要见徐凤年，我准备了湖边雅座。请问戏弄二字从何谈起啊？你虚隐瞒身份，就是以血奸诈。不必口舌之争。你若是徐凤年，那么敢问你知不知道，如今北凉已成伟大步调之势，你们徐家占据3州，还把控兵权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徐凤年，你若尚有一丁半点的赤诚之心，应该反躬自省。刚才那姑娘，你跟她说什么来着？不必口舌之争。那你这不是口舌之争是什么？
探花啊，骂人啊，还是得骂娘。你。看来你是不会幡然醒悟了。你这个人啊，虽然是劣迹斑斑，但这个胆子确实不小。女人见面身边也没个护卫，就不怕被人暗杀吗？敢在王府中行刺，那这人胆子也不小。为天下人豁出性命又如何？奸贼，受死！你这不是执法，的确不是，也不是剑法。你这是枪法。我一直怀疑徐骁在我身边藏了高手，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。你带他们进府，就是为了用他的剑试探我。身边人嘛，总得知根知底啊。万一我要是不会武呢？我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猜错呢？你是暗子还是死士啊？为何不问王爷？问了就没意思了。他藏在我身边的人，要自己找出来才有趣。哦，这次还得感谢二位啊。行刺是我一人的事，跟林探花无关。哦，是吗？林探花，他说行刺是他一个人的安排，跟你没关系，是真的吗？你要知道，在北凉对我行刺，重刑拷打是逃不掉的。不出多久呢，他们就能把你的皮完完整整的扒下来，挂在墙上，随风摇曳，很是灵动啊。所以你最好想清楚，再回答我的问题。确实和我没有关系，是吗？真的，世子可以细查。我是在北上的路上才认识这个房姑娘的，真正的萍水相逢。其实我也是被她欺瞒的，我完全不知她的蛇蝎之心啊。那你把剑捡起来吧。世子啊，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，我可以对天起誓。老黄，居然欺瞒当朝探花，何其恶毒啊！是啊，这个女人阴险恶毒。拿着。我真的没有刺杀之心。我不是让你拿它刺我，我让你杀他。把剑拿稳，走过去，对准心脏，一剑刺穿，
记得避开肋骨，挺容易的，你试试吧。人皮风干之后，挂在墙上，真的很好看。去吧。是我骗了你，我罪有应得。动手吧。师子，我错了，我糊涂，我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徐家为国之干城，我不该胡言乱语加以辱骂，我无耻，我昏昧，我该打，我该打，我该打，该打，我该打，该打，该打，该。不敢杀人，读书人嘛，可以理解的。多谢师子体谅。哎呀，别打自己啊！骂个人嘛，又不是行刺，不要紧。多谢师子宽宏。不敢杀人，敢不敢打人？他骗了你，你要不要打他几下出出气？也可以骂几句。那骂完之后，还用打吗？随你了。你看这湖，好看吗？山色入湖，云似净霜，实为人间第一景色。现在不算好看，有鱼才好看。鱼食呢？嘿，你看，鱼。恰似金鳞碎清空，比方才更胜一筹。这还不算极致，湖心才壮观。
就这儿吧。干嘛？把鱼食撒下去。别那么小气。这才是最佳景色。金探花不看一眼？探花是来自河东林家吧？是。刺杀的事儿，我是信了你了，但就怕人言可畏。林家总得做点什么，让北凉放心才是。林探花。世子好大的胃口啊！哟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千变万化，我还是我。所以你一直在演戏。若非如此，世子怎会放心？世子若不放心，又怎会有如今单独相对的机会？你要杀我？是的。一开始就是为了杀你而来。那樊姑娘呢？真的是在路上遇到，也算是天赐良机。她那一剑，才能消除你对我的戒心。你杀我又能怎样呢？你死，徐子王旗就不会有明天。就为了这？就为了这？读圣贤书，为天下人。林某愿为国杀贼。那你就不怕那位也是一个高手？赌一把。你赌赢了，那丫头是个废物。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为国而死，何惧之有？樊姑娘也会死，你带的这一行人全都会死。成大事者，何惧牺牲？你牺牲他们，他们知道吗？去地府，我会向他们赔罪的。我知道你不会武功，但是林某从小学习剑术。徐凤年，刚才那一笑，应该是你今生最后一次笑了吧？我笑，是因为我终于想明白了3次刺杀之局的目的是什么，还有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？你胡说些什么？杀你并无人指使。做棋子的，哪会知道棋手是谁啊？徐凤年，很遗憾，林某水性很好。你就死在水底下吧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才不会去救你。
多谢你下来救我啊！谁救你了？我是想看看你怎么死。那我让你失望了吧？哦，那湖底下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叫它湖底老龟。是人还是妖怪？应该是个人吧？胡说，人怎么可能在水底下活着？首先呢，它内力很高，你也知道，内力高的人呼吸间隔都长。那也得呼吸啊。湖里有鱼啊。它又不是鱼。它靠啃食生鱼，然后把鱼鳔从鱼肚中取出来。鱼鳔里面其实就有空气，它就靠此为生。那才多少啊？内力高，需求少，每天多杀几条，就这么熬过来了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它的？我小时候掉进这个湖里，还是他救的我。后来我就经常拿些热食，丢进湖里喂它，一来二去，也算熟了。所以你停船的位置是早就想好的？是啊。你也是故意给林探花机会杀你？没错。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信过他，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是在试探。我干嘛要信他？所以你也是在试探我，试探我是不是在危急关头会跟他联手。我可没这个意思啊。谁知道你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？我徐凤年以娘亲的名义发誓，我绝没有试探江宁的意思。没有最好。不过我也没想到你能跳下水救我。我都说了我没有救你。你干嘛？衣服都湿透了，不难受吗？你别脱啦。那你把里边的留着。放心，我没那么无耻。已经很无耻。你呢？你不难受？我不难受，我好着呢。你胳膊都透了。哎，再看挖眼睛。走吧。你自己走，我一会儿回去。你衣服都湿透了，一会儿被别人瞧见多不好啊。你走前面。后背好看吗？很丑。那你还看？我没看。我跳下水，你不去帮我找护卫，你给我拿衣服。啊。怎么觉得我看不透你啊，老黄？有什么看不透的？别聊了，行吗？再多聊一句，你猜我找着什么了？啊？哎！徐凤年。少爷，哎，我没让你走。哎，不是，少爷，你怎么又下去了？你找着什么了？大鱼呀！你看，我给你找回来了。这也可以不要了。老黄，我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，但是我知道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带着它，它对你很重要。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老黄。哪天这东西你要是真不想要了，你得正式告诉我一声。这木头好，
把他砍了，还能烤只鸭子呢。既然天意让你把他找回来，别烤鸭了，我舍不得。那你别再扔了。哎，躺着那个交给你了。好嘞，交给我了，少爷。醒了。壶底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家壶底，跟你没关系。杀了我吧！你别想太多啊。我呢，就是过来告诉你一下，你这次刺杀的后果。后果？我失手，自会有意识前赴后继而来。探花郎啊，林家完了。刺杀你是我一人之事，和林家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林家嫡子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我死了不就完了？你别想着自尽啊！你死不死，结果都一样。不就是刺杀世子，顶多就是个砍头，怎么着也不可能株连家族的。那要是加上谋逆呢？什么谋逆？你们林家和亡国逆贼暗中勾结，不是为了谋逆，还能为什么？哪来的什么亡国逆贼？你这就是想构陷林家。你一面之词，谁会信？所以说呀，做人做事儿还是要小心一些，谨慎一些，免得做了灭门的棋子，自己还浑然不知。胡言乱语，就是想乱我分寸。信不信随你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走了。等等，樊姑娘呢？关在女囚啊，难不成跟你关一块儿啊？这事儿是我利用了她，和她一点关系没有。晚了，她已经被你牵连了。徐凤年，徐凤年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大义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是偏激？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算了，不重要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就是为了吓我。徐凤年，徐凤年，徐凤年。
你怎么还在1楼啊？看书啊。但这1楼都是入门武学，你早就用不上了。要成为天下第一，就要从根本处博览众长。那你加油，我找人去了。你魏爷爷在后面睡觉呢。我不找他，我上去见我师傅。你不是说刺杀布局未解开前，没脸见他吗？解开了。你知道是谁要刺杀你了？我知道是谁在背后谋划这一切，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我。3次刺杀虽然都发生在灵州，但他想要的结果在千里之外。回头我跟你细说。不必说了，与武学无关的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哦，走了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刺杀之局，你解开了？是。是何人谋划？青州，靖安王赵恒。说详细点儿。第1轮刺杀，楚国残兵集结，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靖安王背后推动。第2轮刺杀，于右威是楚国剑士之女，把亡国复仇的戏份做足。取消灭楚，我不杀你杀谁？于右威就是被赵恒养在手里，等的就是今天。林探花是第3轮刺杀，也是最重要的一轮。他要杀我，是真的相信北凉误国，但这一切也少不了靖安王赵恒的暗中推动。证据呢？不会有证据，甚至林探花自己也不会知道。他想要杀我，是受了靖安王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杀你并无人指使。林探花一出手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林家与楚国老兵联手，这性质变成了谋逆。所以，林家完了。那靖安王赵恒推动这一切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青州是防范我北凉的重镇，靖安王赵恒坐镇青州，掌控水师，也算是掐住了北凉的咽喉。但靖安王毕竟争过皇位，京城对他不放心，所以青州财权一直是河东林家所掌控。3轮刺杀之后，林家陷入谋逆漩涡，无力回天。从此之后，林家败亡，青州大权只剩靖安王一人独掌，再也无人与其抗衡。他布置这一切，不是为了杀我，而是为了彻底控制青州。连环杀招，真正布局却在盘外。千里因果，无迹可寻。靖安王赵恒，好可怕的棋手。如果你真的被杀了呢？我若身死，北凉必乱，对青州有益无害。靖安王这盘棋下的是有胜无败啊！这局棋，你还没有真正看透。
你是谁？我乃窃国之贼。你看，我都站在你面前了，你都不认得我。徐骁啊，哎，其实你这个人啊，我心里还是有些欣赏的。想劝降我，徐家老二，想让我林某屈身是贼，只能是在你的梦里。你如此的大义凛然，我都不好意思欺瞒你下去了。你想说什么？进来吧。林哥哥，樊姑娘，徐骁，此事与他无关。林哥哥，他们把你放了，是我骗了你，你打我、骂我，都是理所应当，不怨。大家都是做戏，我演的好不好？姓林的，你以为我和你真是偶遇吗？你在离开林家的时候，我已经让他在路上等着你了。为什么？这一马刺杀进入了第3轮，啊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他推你一把。第二就是我那个儿子非要搞清楚这青鸟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所以说，他这剑一定要刺出去。你说我这当爹的容易吗？啊，儿子想要什么，我必须得想方设法的让他得到，你说是不是？还有，有我作证，你们林家和楚国云联联手的事，那就算坐实了，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徐骁，选你个狗贼！哎，局役不完，给你个交代，也算是对你心中这份大义的敬重，啊。朱修。上主公，传信给王林泉，就说林家已经彻底完了，一定要让他一步步的毁掉林家的命脉。赵恒不是一直想灭了林家，独霸青州吗？好，我们帮他一把。可晋安王并不知道，虽然林家倒了。可帮他接管新州财权的心腹，其实是早就藏在他身边的北凉门生。这局棋下的愉快，去吧。这整件事啊，我还真要谢谢你啊！你叫林什？算了，不重要了。